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， 我的手链开了16年，我代理 Asia Beauty 的 product 呢已经有10多年了。公司呢提供了很多很好的一个教育体系，产品的讲解，然后让我们呢在产品介绍给顾客的时候呢很有信心，顾客呢用到的效果非常好，然后他们再倒回来购买的几率是非常的高，到最后呢他们会增加所有的 under Asia Beauty 的产品。刚开始呢从陌生到后来像一家人这样子 ，Asia Beauty 呢提供了很多的一些 incentive trip， 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聚，所以呢跟 Asia Beauty 呢就感觉跟家人在一起一样，就很亲切。然后它的产品呢也很跟上这个美容的趋势，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掌握到顾客的需求。所以它带领了整个美容的一个潮流，做很前端的一些的产品，有追求的顾客呢，就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。